嘅報導。各位觀眾，今日嘅係荃灣競渡2013第一場嘅賽事啦，已經起咗步啦。高琪，你幫我哋睇睇係咪起得好順利？係啊，你睇下大家嗰個嘅鼓法表手啊，就係叫搶聲幾犀利啊！咁同你睇一睇每一條嗰個嘅搶法，而家開始開大步啦，我哋叫做咧就係拉大腿啊！咁拉到大腿之後咧，咁佢臨終點線之前嗰個嘅部位咧，佢就會去有個爆發力去衝去終點嘅。咁而家暫時嚟講啦，見到係呢一個嘅5號線嗰邊就係帶出咗少少喎。咁嘅盈信工程有限公司咧喺龍躉嗰邊咧係有啲啦，一期話佢帶咗出嚟啊！反而我見到咧頭先，我認為好似係大熱門嘅咧係奇砌啊，睇清咗第4線啦，而家有少少同佢哋一齊踏入咧係長中間啊，落後咗少少嘅咧反而係新界東啊，醫院聯網龍舟隊啊！哇！第一場賽事已經俾我哋咁刺激嘅係4手啊，第2線咧係棒棒龍，第3線咧 Plus 自由龍啊，第4線咧睇清同埋咧係睇呢個盈信工程有限公司4手龍舟想爭第一場嘅第1名啊！首先咧見到個終點咧有機會係第5線嘅盈信工程啊，而第4線嘅係